聖 con 喺我記憶中就係有一個人企喺舞台中央，當住全校1000幾人展示自己嘅五音。但係咁多年嚟，我都係對救恩書院嘅記憶面久久不能忘記。Anyway， 喺我中學生涯入邊，我當住全校面要 YT 簽名，又同個泳兒合照，再加上我係一個 E 人，所以我報咗聖 con。喺11月嗰陣時，我哋就舉行咗我哋最後一場嘅運動會。至於成績係，我就唔講啦，我放喺呢一度啦。總之，為咗彌補我個運動會嘅遺憾，我決定要喺聖 con 入邊至少做一件離譜嘅事。到時候嘅我就會帶住個黑超，孭住個書包，直接 cosplay 唐寧莎。雖然我掙扎咗好耐，但係我都硬着頭皮報咗呢一個聖 con 比賽。